都嘢擋住咗。甜品脑袋肯定是。早晨啊，大家，我哋執好晒行李，準備出發去白雲機場，然之後飛去昆明啦。到達昆明，我哋小狗生超可愛。我哋啱啱到埗咗昆明，由昆明嘅長水機場打咗專車，直接嚟到雲南博物館。跟住旁邊呢度就係雲南博物館嘅寄存處，所以我哋3個行李箱都寄存喺呢度。然之後準備行博物館，行完博物館就喺附近行下。今晚再出發去大理。雲南好凍啊，所以一落機就已經着咗一件咁厚嘅衫，入邊全部都係毛嚟嘅，都仲係覺得有少少偏凍，同廣州差得幾遠下。入到博物館嘅第一站就係嚟去博物館嘅咖啡度飲杯咖啡，食啲嘢先。嗱，menu 上邊呢個劍手青咖啡就係必須要試嘅。最尾我哋就點咗一杯劍手青麻鐵同福祿大吉。講真呢，2杯嘅味道都麻麻地，但係呢個賣相真係超級可愛。博物館呢，啱啱我哋就行完啦。入邊唔可以話太好睇啦，但係呢都唔會太悶嘅，有興趣嘅朋友都可以去睇下。咁而家我哋就嚟到我哋第2餐，就係嚟到雲南超級期待嘅雲南過橋米線啦。情書嚟㗎。这些都是些什么肉啊？猪肉、鸡肉、鱼、虾。但係個湯好似唔係好滾。这个可以，因为我不吃香菜，这2个直接放进去。这个是不是就是这个汤的汤？这是山楂，这是橄榄。玫瑰花粉。白色那个是折耳根吗？不是，那是韭菜。这个是要泡这个，吃的可以放进去的。可以放米线，放米线过30秒。好。呢度哥請
我哋而家喺昆明站出發，坐高鐵去大理啦。到咗大理啦，呢間係我哋今次住嘅酒店，係響啲好似行咗入條村之後行入嚟咁嘅地方。啱啱坐車嘅時候勁驚，穿過晒啲好細嘅村莊仔。呢間酒店就係一間好新住起身好舒服嘅民宿，但係要比較留意嘅就係呢間民宿實際上係有2棟唔同嘅 building 嘅。咁我哋今日住呢棟呢，就係連住餐廳，如果係另外一棟嘅話呢，就係要叫佢攞4輪車接送5分鐘路程左右嘅。喺民宿放低咗行李之後，我哋就直奔古鎮去食宵夜啦。首先俾你哋睇下我哋3個人嘅戰鬥力先啦。白粥乜嘢？白粥涼茶。白粥 ，OK。天然乾燥白粥涼茶。得嘅。哇！南瓜粟米汁，其實你南瓜粟米汁。俾杯嘢甜㗎係咪？耶！所以佢就哇！唔飯啊！跟住仲未食埋啲生蠔，嚇死人！黐線！餐食飯都好似。呢間酒店裝修好靚，但係個景麻麻地。呢個景真係麻麻到冇得再麻麻喎，怎麼辦？但嗰個酒店早餐。早晨啊，大家！今日有啲落雨，但係呢並唔影響我哋去雙廊古鎮嘅決心。雙廊古鎮。超多，我睇睇啊，其實呢條都好睇。上鏡嘅話，左邊好睇啲。咁危險嘅嘢。小心倒落嚟，唔好意思啊。好似個大石鍋咁樣。係咯。麥脱石鍋。係啊。麥脱石鍋啊？係啊。脱水個脱啊？麥脱石鍋雞煲。佢呢個煲好似係話入邊有咩唔係維生素，跟住你咁樣煮就會成合素。哦。啱唔啱？各種菌係咪啊？呢個係。鸡肉的話呢，待會兒跟菌子一塊煮的過程中呢，這邊會有個計時器，幫稍微不好意思啊，這邊會幫稍微計時啊。等這個米響了以後呢，先吃裡面的雞醬，然後吃雞肉，再吃菌子，最後的話喝湯啊。我媽話我哋專門坐飛機過嚟食飯。係啊，冇錯啊，係我哋老港會做嘅嘢。稍微放過來這邊一點，放過來這邊。啊好。個醬料嚟嘅啫 ，OK 嘅。謝謝。都係叫普洱羊。咁呢個唔緊要。呢個普洱羊係真係好好飲，原味。刺身啊！
下友仔講你又唔講。講完之後我又偷揾咗 Wendy 過一次啊，你自己冇聽嘅。甜品腦袋肯定是嘛，係咪啊？係。唔係嗰啲糯吱吱嘅口感。哦，過嚟。对，这个剑手青啊。這就是劍手青。对。有人在這裡吃到進醫院嗎？劍手青？見小人。有人見過小人嗎？在這裡？這是一個傳說啊。不要太過於當真啊。本地人沒有真的哦，就是它毒性其實沒有這麼強，是嗎？對，個個都好似的確是很強的。但係佢呢度都係冰凍我都食過。呢個季節正常我都冇。喺廣州我上去同媽食，隔離台都係新。廣東過來買。啊？對啊。啊！你在廣東待過？好多雲南人好像都會聽廣東話。當地的特色酸奶，雲州老酸奶。喝完呀？喝過了。啊？喝過了。雲州老酸奶啊？喝完了，我們剛才在路邊買過了。在哪裡買？在我們那個路邊。走着走着。會不一樣的嗎？謝謝。我們是手工發酵，沒有添加劑的。你們這個普洱釀也很好，這個好喝。我們加單了。非常好喝。這個很好。這個賣的最好的那一個。好豐富。OK。呢個玫瑰酸奶，佢話係玫瑰酸奶，玫瑰老酸奶皮。純人工無添加。哦 OK。白銅爐。OK。酒店仲包宵夜水果，有茶，松茸 whisky 90幾多？98蚊一瓶，98蚊一瓶。耶！謝謝謝謝小姐姐，生日快樂！生日快樂！哎呀呀呀呀呀！最後附上已經喺我屋企安家嘅2隻小亞貓，我哋下個星期麗江見啦，拜拜。